想象下有兩個大腦，其中一個大腦入邊嘅神經活動好似煙花咁協調咁爆發，連接喺唔同區域之間閃爍，好似一場優雅嘅芭蕾舞嘅同步。另一個呢，只係有啲微弱嘅活動，好似一啲孤立嘅電流小島咁。但係重點嚟啦，兩個大腦都係屬於聰明嘅大學生，坐喺同一堂講座入邊，同一個教授，同一份教材，智商一樣，對科目嘅興趣都一樣。咁點解大腦活動會有咁大分別呢？一個手握住支可靠嘅筆，準備喺橫線紙上寫咗；另一個就係手指沿咗手提電腦鍵盤上面。呢種神經活動嘅對比，只係越嚟越多證據入邊嘅其中一個，顯示我哋追求數碼方便嘅同時，可能要付出唔細嘅認知代價。其實呢個唔係講懷舊嘅故事，呢個係關於科學嘅。我哋而家活咗數碼萬能嘅年代，可以佢地上舒服嘅打字，仲可以將筆記儲存喺雲端。但如果最強勁嘅學習工具其實只係值5毫子，仲可以放入口袋呢？人哋成日話筆比劍更有力，但你有冇諗過，其實筆可能比鍵盤更勁？早喺80年代已經有好多研究證明，做筆記對學習嘅效果遠遠好過淨係被動咁聽書。無可否認，支筆真係好勁，但係佢一個充斥住無窮無盡嘅 App 同科技，聲稱可以令我哋更快、更聰明嘅世界入邊，呢個睇落好似好舊式嘅工具，仲有佢哋嘅威力呢？2014年，研究員 Paul Muller 同 Daniel Oppenheimer 設計咗一個好精妙嘅實驗，去測試用手寫筆記同用手提電腦打字筆記對學習質素有咩分別。普林斯頓大學嘅學生一邊做 TED Talks， 一半時間用手寫筆記，另一半時間就用手提電腦打字做筆記。用手寫筆記嗰啲學生喺理解概念嘅問題上高咗20% 分數，唔係淨係好少少，係好明顯好咗好多。其實用手提電腦嗰啲學生都唔係懶，佢哋其實寫多咗，仲要多好多。佢哋嘅筆記長嘅、詳細嘅、完整嘅，但係佢哋學到咗，佢反而少咗。點解會諗？其實因為打字實在太容易，護深一層其實都合理。你打字嘅時候，冇字係由耳仔直接去到手指，完全唔使經過個腦。人通常會變成一部人肉速記機，聽到咩就逐隻字打落去。但係手寫呢，你隻手根本追唔上人講嘅速度，你被逼要慢落嚟。你要主動去聽、去消化，再用自己嘅說話去總結嘅資訊。之後，研究人員試過明確咁同用手提電腦嗰啲人講，唔好逐隻字抄低，但係都冇用。鍵盤嘅誘惑實在太大，佢哋最後都係變咗做速記。之後兩組人都可以喺考試前睇翻自己嘅筆記，但就算喺手寫筆記嗰啲人都穩定地贏咗用手提電腦嗰啲。之後幾年 Daniel Oppenheimer 嘅研究引起咗神經科學家 Audrey Vandermeer 嘅注意。佢有一個好想知嘅問題，究竟大腦入邊發生緊咩事？一開始佢都半信半疑，覺得手寫之所以有優勢，可能只係因為用手提電腦會分心，好似彈出通知、多開分頁或者收到短信，科技本身就好容易令人分心。所以佢用嘅腦電圖 EEG 泳舞，唔係游水嗰啲泳舞啊，去監察學生嘅打字同手寫之間切換時嘅腦部活動。高密度腦電圖 EEG 配備嘅電極等科學家可以直接觀察大腦嚟到嘅神經連結點樣被激活。佢發現當人用手寫嘅時候，大腦入邊嘅活動好似爆炸咁活躍，神經網絡咁多個區域完美協調嘅發射信號，但打字嗰陣大腦幾乎冇乜反應。用手寫嘅人展現咗一樣好特別嘅現象，佢嘅大腦入邊有 theta 同 alpha 波形連接住唔同區域，呢啲唔係隨機嘅電信號，佢哋就係學習本身嘅頻率。theta 波幫助處理新資訊同提升工作記憶，而 alpha 波就加強長期記憶嘅形成。Vandermeer 得出結論，手寫需要精細嘅小肌肉協調，會激活大腦入邊複雜多感官嘅通路，留低深刻嘅記憶痕跡。相反，打字基本上就好似盲打咗，資訊好似由耳仔入，直接由手指流走。
大腦有個簡單規律，用得就保留，用唔着就會失去。Andrew Vandermeer 話：如果我哋停止手寫，隨住時間過去，大腦功能可能真係會流失。呢樣嘢唔淨止關大學生事，手寫嘅優勢係適用於任何年齡層。學前小朋友用手寫學德文字母，表現比打字學嘅小朋友更好。用手寫嘅小朋友嘅閱讀、寫作同埋認字母方面分數都高咗。成年人學阿拉伯文，如果用手寫練習，唔單止學得快嘅，仲意外地變咗更冇閱讀同串字。雖然佢哋根本冇特別練過呢啲技能。最令人驚訝嘅係，患有輕度認知障礙嘅長者練習咗8星期中國書法之後，佢哋嘅工作記憶提升咗超過30%。用 iPad 嗰啲人呢，淨係得11%。因為手寫唔淨只係記錄文字咁簡單，其實係一種腦力訓練。佢會創造屬於你自己嘅心理指紋。手寫係記憶，係意義，亦都係人性。你寫嘅時候咧，可能會畫箭嘴、畫底線、畫圖，或者改變字嘅大小。呢啲全部都會變成記憶提示。之後你再溫書攞翻嚟筆記，呢啲提示可以勾起成個講座嘅記憶。試睇下你借過人哋手寫筆記嗰陣，好多時你都睇唔明，可能因為你根本睇唔到佢寫咩，但其實都因為手寫會喺腦同資訊之間建立一種好個人嘅連結。每一個字母嘅彎位，每一個字之間嘅停頓，都會成為記憶本身嘅一部分。相反，打字嘅筆記通常都好統一，佢哋冇咁獨特嘅記憶錨點。而家打字確實會令人覺得好有生產力，平板、電子書，當然仲有 AI 工具都係咁。但係講到真正學習，方便好多時都要付出代價。Daniel Oppenheimer 建議大家要揾佢有挑戰性嘅困難，令自己認真投入去學習。例如試下用自己嘅說話去重新表達資訊，或者同其他人討論自己學到啲咩。大部分人都唔會自自然然咁用呢啲策略，因為真係比較難。我哋通常都中意簡單過困難，但其實佢多咗對學習係有好處。Abraham Flanagan 一位研究同一主題嘅學者講過，喺班上有個好勤力又用心讀書嘅女仔嘅故事。呢個女仔動力十足，佢成日早到上堂，永遠坐前排，功課又準時交。但係佢上堂都係用電腦打 notes， 佢打字快到可以去做法庭速記員嘅。不過佢都係覺得好吃力啦。喺講座內容對佢嚟講點都記唔實。雖然佢抄咗好多 notes， 但佢資料都係一耳入一耳出。所以 Flanagan 建議佢做一個簡單改變，就係拒之不寫。轉產之後，好似有魔法咁，佢專注咁思考得更深入嘅資料，真係記得入腦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講過，教育嘅根係苦，但果實係甜嘅。雖然而家有啲新嘅閃靈靈嘅工具，例如記事裝置同人工智能，好似可以加快做嘢或者提升生產力，但係方便唔代表學習會更好。佢快步入數碼化嘅世界，記住唔好完全拋低傳統嘅方式。你個腦仲等緊你，嗰啲神經通路，佢哋唔淨止喺實驗室入邊，其實喺你身上等你一啲起支筆就即刻亮起咗。科學話我哋知，親手寫字可以令你摸得更深入，記得更清楚，理解得更透徹。Vandermeer 覺得好可惜，依家好多老師都發現咗細路仔連點樣翹支鉛筆都唔識。佢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發現寫字嘅價值，無論係寫詩、情信，定係簡單到買餸清單都好。所以記住帶住支筆，寫低你要做乜嘢，寫日記俾你嘅小朋友用蠟筆畫畫啦。因為每一筆墨都可以令你個腦變得更強、更醒目，同埋更加有聯繫。書寫一直都唔止係一種技能咁簡單，佢係反映一個人嘅性格同埋文化身份。幾千年嘅人類都用符號去賦予意義。山洞壁畫、古代卷軸、憲法文件，每一筆都帶住寫嗰個人獨特嘅印記。對某啲人嚟講，書寫甚至係一種藝術，因為佢嘅細緻同美感而被欣賞。而且書寫仲係我哋文化遺產嘅一部分，呢啲都係令我哋成為人類嘅其中一部分。如果呢段片令你重新認識到筆嘅力量，記住俾個 like， 仲可以 share 俾佢打字快過思考嘅朋友，或者仲中意用傳統方法寫筆記嗰啲 friend， 記住訂閱我哋睇更多精彩內容啊！